全地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唱歌学乐伊的名的荣光，用学乐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着对上帝讲：你的所做到遐通惊，因为你的大权能，你的对德要降服你，全地要敬拜你，吟诗学乐你，要吟诗学乐你的名。这是咱做伙同心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580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嘴着吟诗，请咱起立吟全首。咱有缘徛地，咱做伙来共读使徒圣经，做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7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林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轮毂。第3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他坐立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你是全能的上帝，你是创造天的万物的大主宰。主，阮感谢你，伫这圣的主日，阮会当三到主日伫圣殿，阮要同心来敬拜你。
我要学乐遵从你的圣名。主，我也感谢你，你过去一礼拜甲阮三甲之地，你保守阮，看顾阮，也赐予阮有平安，赐予阮有喜乐。主，我满心感谢你，亲爱的主。今早起，阮也要搁再一摆来领受上帝你要予阮的话语，恳求上帝你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互阮会当将你的话放伫阮一生的帮站，会当成做阮一生，成做阮脚前的灯，成做阮路上的光，成做阮一生活命的美娘。亲爱的主，我也感谢你，你今早起有带领吴永顺宣教师，伊来到阮当中来讲道、赞美、分享，关注你的圣神、你的恩膏，大大甲吴永顺宣教师同在。愿圣神也会当帮助阮，互阮今仔日所讲的、听的，拢会当得到上帝你大大的祝福。亲爱的圣神，愿你这时教阮三甲之地，保守阮今早起的敬拜，对开始到结束。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赞美这是要请吴永俊宣教师，伊要为咱来唱两首诗歌。主啊，我心里徛在，我要用我的心灵过了你。他在的时阵亲近你，但是我要过了你。Oh God, my heart is steadfast. I have sinned and made misery of my soul. Awake, I praise you at the dawn. I will praise you in the morning. I will praise you in the morning. 大智我被哦罗里，哈利路亚，阿门。以后的时间，短可能有40分钟，我爱吟诗，我嘛爱讲上帝互我感动的话语。但有一个欠缺是最近我等下吟诗讲道时，恁需要用祈求个灵敏的心，伫安静的中间替我祈祷，因为我。伫前几日伫台北唱歌，唱到有淡薄仔声音当啊起去马街主治医师遐看，伊讲我迄个支气管发炎，我讲我不是很健康吗？伊他讲是，你真健康，但是随时拢会支气管这个迄个感染所以无怪我讲我哪会安尼？迄个声量愈来愈不足。伊拉讲，你年纪高。医生的话，淡淡的一句话，你年纪到了，我听了都吓一跳。我也没有什么这个大的疾病。伊就讲这老人拢会迄叫气不足因为我有来讲我是一个歌唱家最近为什么会？声音发不出来，所以伊讲你就是迄个这个黑姑啦，支气管发炎，所以每天晚上睡觉以前都要吃一颗消炎的那个支气管扩张药，现在已经食了，这几天无通画救兵，只有画上帝，今仔日是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2场的敬拜，愿耶和华的圣神的开发。帮助我的中气，好不？好不？中气爱一定足。哈利路亚！我是这个用音乐来做宣道的人
我也年轻时候的一个20几岁的小伙子的一个这个神学院的因为我是咱陈牧师的学弟，咱的牧师娘师母都知道我是从年轻时候一直这样唱到这个时候，去年不小心领了敬老卡，听知影我意思嘛不小心不想领敬老卡也得去领，嘛爱去领，因为迄叫做年老的时节到了，有无？年老的时节到所以这个英准，搁安尼就想讲要等于青年青春期的时阵回不去了，只有往上帝的路程奔，同意吗？同意啊！咱来敬拜就是面向上帝的那个非常的一个灿烂的一个位置，那个位置就是荣耀的吸引，可以吗？可以啊！哇，真的所以咱拢有比心，逐礼拜拢来家，顺其自然，面朝向耀化阳光来雕记，所以我用安尼第一首诗歌真有意思。几年前2020年2020年，这个世界无小心来一个朋友，这个朋友造访的什么？从中国大陆造访的他们的这个地方，以至于这个朋友四线直团，这个朋友叫做编号19号，了解这个伊无叫做啥物名，伊叫做19号，安尼这个朋友若互念着惊死人，安尼对身躯较无好，安尼。所以伫即个疫情的中间，美国有做一个调查，当伫美国地区遮的迄个上班有咧工作的人，恁对恁的生活，恁对恁的工作恁会怎么样？有还是快乐的指数？你们的生活快乐指数多少？调查起来，平均47% 的人，47% 的人感觉无有明仔，明仔唔知会挑起袂，还是抑搁你喘气，是不是拢唔知哦 ？OK，47% 的人，等于是2个人都有一个无快乐，无快乐都就会担忧，所以我第一首诗歌，互咱基督徒的概念很简单。牧师常常在问，信徒长老执事我的好同工伴，恁有快乐无？大家人有啦，你加减日子都过就嘛好，对不对？拢安尼可以过就好。但是上帝的什么话语在圣经里头有明确的说，你如果要怎么样真正的快乐，是要怎么样？依靠我，亲近我，然后荣耀我，大概是这样。所以我第一首诗歌，这嘛是迄个伫疫情之前，我就有经历到要得到上帝的恩典，就是怎么样靠近上帝，就简单的道理，好不好？所以咱每一个娱乐的诗歌信息，拢是安啦，细字听，你来听入了，你会去从歌词里头得到的非常好的一个上帝的给你的一个话语。第一首我要用倚靠上帝做一个快乐的人，来甲我用哪段哪唱歌来大家分享。
天边我哪里？到底我仰望你，对天顶你赐了福气，天边我敬拜你，天边我哪里？到底我仰望你，对天顶你赐了福气，予我伫内面生计，我心欢喜，快乐唱歌，予我伫你内面贴记。平安福气，甲我作伴，予我伫你内生计，心欢喜，快乐唱歌，予我伫你内面贴记，平安福气，甲我作伴。将你生命的道路，显明你面下之喜，你面前有满足喜乐。将你丰盛的活命，赐予敬畏你的人，你才手有永远快乐。将你生命的道路，显明你面下之喜，你面前有满足喜乐。将你丰盛的活命，赐予敬畏你的人，你才只有永远快乐。我敬拜你，天边我哪里？大地我仰望你，对天顶你赐了福气，对天顶你赐了福气。天顶你赐了福气。久长以来，我拢有一个足简单的概念，这个概念拢出自诗篇内底的一个诗句。诗人一直伫甲咱讲吼，世间人啊，恁着爱吼仰目，恁着爱吼triển开你的眼目，去仰望迄个会使恁全员的这个大权的灵的上帝，有无？足济，毋是单一节，足歹找，几乎是第一篇到150篇，拢会当互你找到。兄弟，要安怎去握着上帝的水泉？要怎么走近、靠近，而且是把握，毋是行的哦。这站有去捡到活泉，安就好啊。安尼一礼拜了后，再过来，敢好？毋好，恁家己讲的哦，毋好。吼，有的人讲一礼拜清棍上帝就好啊，有没有？
一个礼拜绝对8点钟来这边敬拜，有没有？有，但是够吗？请你们说不够，不够，不够，好不好？啊，恁家己哈，已经家己跟好发出来声，因为上帝拢听到，不够啊哈。是啊，既然恁有感觉讲，这个吼活泉，这个喜乐的泉是袂歹的时阵，这就是伫恁的人生中，等你提醒天父的话语，在提醒我们说，要努力接近上帝，因为上帝介意是啊，将这个喜乐，给迄个愿意亲近的人，再反过来思想，这样你们懂吗？上帝的性命是要予愿意亲近耶和华的人，安尼上帝该怎掏出喜乐丢给你？阿门。很简单，所以咱基督徒千万你莫就是讲来敬拜就有够呀。伫你的厝体，你困的房间有一个小小的桌子，那个桌子就是什么？读经桌。把上帝的话放在你的桌子上，小小桌子，那个桌子就成为你一个喜乐的一个泉源。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回去整理你的桌子。礼拜了，今仔日礼拜了，去拿你的桌啊，用个足清气的，了放一本圣经，了放一个笔记。上帝的能力就是伫遐，阿门。可以我唔是来叫恁打扫环境，恁的心灵要接近。既然是上帝讲，要互恁讲求就得到，拍门就打你开，安尼啦，绝对的上帝的生命要让你很自然的在过程中，每日的走步当中，就是别人遇到他，遇见他，阿门。是的，所以第2首我要搁唱更较重要的迄个俄罗斯歌，叫做《遇见爱》。你创造了世界，赐下了这一份礼物，这是我深知道的。主耶稣的爱在等着我。你创造世界，赐下这礼物，我深知就是主耶稣的爱。患难不是我与神爱隔绝，我愿一步前行。你创造世界，赐下这礼物，我深知就是主耶稣的爱。患难不是我与神爱隔绝，我愿靠主一步前行，遇见所爱，重燃我希望之火。我渴望常遇见主的爱，点亮我眼睛，引导我人生，使我眼目常遇见主的爱。我每一件唱这首歌的时候，总是在回想迄个时阵是安那经历着上帝的带领，已经带领阮第10档入去非洲，还是去到南美洲的所在，不断地做工，因为我已经享受到。你创造世界，赐下这礼物，我深知就是主耶稣的爱。患难不是我与神爱隔绝，我依靠主一步前行，遇见所爱，重燃我希望之火。我渴望常遇见主的爱，点亮我眼睛，引导我人生，使我眼目常遇见主的爱。兄弟姊妹，咱做来迎好不？即使你都还没有唱过，还没有听过，但是上帝已经感动你啊！
做来吟，好，华语啦吼，好啦。拄着主的听，但我的希望减倒咯。遇见所爱，遇见所爱，充满我希望之花，我渴望常遇见主的爱，月亮我眼睛，引导我人生，使我眼目常遇见主的爱，遇见主来，遇见主来，充满我希望之花，我渴望常遇见主的爱，引亮我眼睛，引导我人生，使我眼目常遇见主的爱，使我眼目常遇见主的爱，使我眼目常遇见主的爱。那种唱啦哈，即使你们啊都戴着口罩哈，阮美国无人咧挂哈，啊大家还是很小心，保重保重，哦，因为咱咧敬拜就是吼，经历吼，互主来啊，一个灌满我们爱的空间，好啊，下面啊交互苏烈。教会消息报告，本会消息第一，本主日为闪博士音乐赞美主日第一场、第二场礼拜，邀请吴英俊宣教师主领音乐见证礼拜，敬请兄弟邀请亲朋好友踊跃参加代祷甲奉献。第二，113年度捐献证明收据已经开好，敬请兄弟会当到办公室来索取。周间也会当到办公室来索取。第三，下周主日5月25日是总会所定玉神奉献主日，该院派曾昌发牧师前来请安讲道甲募款，敬请兄弟有备心奉献甲代祷。第四，恭喜本会有9位兄弟姊妹。因完成教社部初阶急救员训练，也有取到证照。愿上帝使用因的专长，成做救人的帮助者。第五，本会甲那约翰文教基金会合办由冲人的 AI 实作工作坊，上课的日期是6月7日，下晡1点到5点。凡爱心捐献2000块以上的，会当报名参加。上课的地点伫那约翰创造纪念馆，欢迎对新科技有兴趣的，会当来报名参加。具体消息，外上消息，本会就位从长老伫5月12日，蒙主恩调安歇主怀。并定伫5月23日拜五上午11点30分，伫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要举行纳捐礼拜，12点要举行告别礼拜，了后要安葬伫北投的复活山庄。愿主安慰遗族，敬请兄弟为着遗族来代祷。5月23日拜五，即使要参加的兄弟。会当到办公室来登记，因为位置有限制，满额为止。第二，敬拜进士舞蹈班定伫6月7日开课，上课的时间是每拜一暗上7点到8点半，报名费是1000块。欢迎教会国务区的姊妹会当踊跃报名参加。详细会当陈美玲长老也是周美惠执事来测询。第三，敬拜团定伫7月13日下晡3点到6点举行敬拜团半日游，地点伫晋源农场。活动的内容请咱家己来看。有意要参加的会当各团的团主来报名。满50人截止报名。
第四，社青甲学青牧区定在5月24日下晡5点半到8点半，伫教会敬拜中心要举办木木市集的活动。活动内容，请咱家己来过目。现场有爱使用原油券来消费，无接受现金。原油券的费用是200块，欢迎兄弟会当踊跃参加。买原油券会当办公室来测询。教界消息甲补充，请陈牧师。好。咱教界消息吼，高雄牧者合约祈祷会伫6月7、8，就是圣神降临节，下晡3点到5点半，伫即个高雄灵灵堂有举办圣灵降临节的城市的祈祷会。欢迎咱兄弟会当踊跃参加。咱会当家己前往，还是咱较无方便会当伫办公室来登记。咱有福音车要来前往今日感谢主吼，咱举办即个香柏树的音乐的赞美见证的主日，咱多谢吴英俊宣教师吼，伊咧主持即个香碧树的碧香树的音乐的宣教时间吼，感谢主吼。伊嘛有一寡作品摆伫外口咱若要甲购买，会当支持这时间吼。英俊宣教师吼，少年拢叫伊，阮大家拢叫伊烟斗的啦英俊嘛吼，烟斗。伊真少年即马讲也领到迄个敬老卡，时间咧过得足紧的吼。以前捌了人家带领咱应该有印象。感谢主伊的爸爸欢喜做传道的工作。这后代大家拢热心伫传道甲宣教伊的大兄哥吴保罗伫美国牧会应退休啦第二兄哥伫伫纽西兰吴德良牧师，较早伫咱高雄圣乐团大家拢做热心青年的时间。第三叫迄个吴文良，较早做即个册房的工作。第四咱拢捌伫捌人家讲道吴英明长老教授。即阵嘛走去菲律宾宣教去大学去教册去做工拢退休但是做工为主做工，欢喜做工喜乐做工头拄仔咧讲无对所以求上帝祝福因今日咱伊嘛真福气呢，阮有迄个文健兄赵地长老的妈妈传福音带领伊的居家照护特别来参加即个今日的即个赞美的礼拜见证的礼拜咱嘛拍拍欢迎迄个姊妹欢迎你感谢主文言妈妈拢真关心虽然到年老伊足够吟诗呢还佫问物件啦，拗物件呢，讲有钱人趁加减趁的，我足骨力呢佫会传福音呢带人来，家己得到好处嘛爱分享互别人感谢主。好，咱佫另外就是咱昨伫咱的教会有举行咱所敬听牧会长老娘黄朝长老娘的对主个别礼拜后来安葬伫阳光10年甲牧会长老拢做伙葬伫遐伊的家属明川兄、明玉兄甲明亲兄因兄弟甲请恁起立好嘛代表甲正下者感谢大家过去的关心甲带祷上帝纪念恁嘛请咱大家为着即个家庭祈祷，互因的全家军队士大人热心来敬拜上帝甲大家行一日来一鞠躬感谢大家，好，请坐感谢主牧会长老伊的家族拢伫咱遮礼拜伊的孙嘉宾长老伫咱遮做长老，佮教化执事咱
并传遐，因拢大部分拢伫后生拢伫咱第一堂吼参加台语的礼拜，感谢主吼。今日事实拢伫逐所在，但是上帝拢祝福因，感谢主吼。搁有两个我那哀伤的消息，一个是咱头拄有听到无迄张了娘吼，是5月初5，互主带转去。5月12，就是要真侪过工，会从长老主啊选伊世间路口，伊拢一直伫台北淡水的所在。最近较无好伫淡水的即个安宁的病房吼，主接伊转去。5月23，有一只游览车要为高雄去台北，因为伊要安葬伫台北的各瓦山庄吼，即个信义会梦所以牧师甲长老咱兄弟若有要参加的人吼，会伫咱办公室甲配份来登记吼，咱5月23坐车去，坐车转来吼，要去的就是讲11点半入馆，12点过袂熟，下晡时去安葬礼拜了，才会翻头倒转来吼，甲大家报告。下早时6点出发，6点准时若万到吼，袂赴，因为爬到台北11点半要开始吼。请咱为着即个家族吼代祷吼，搁拢安尼相煞吼，这拢是教会伫过去服侍的老同工吼。过永乡长老伫5月16拜5，伊即站因为搁中风，去海葬，感觉伊的情况无好，所以家属伫拜5联络牧师讲3点就去遐看，甲伊讲话，虽然伊吼。但是鱼缸人鱼缸有听，所以我甲讲话，后来伊也反应，迄个血压吼安尼，搁较正常吼。3点甲伊讲话，为伊祈祷，吟诗4点30分就带伊倒转去吼，毋免搁伫遐拖跋落苦，嘛感谢上帝吼。像咱伫同款过工吼，5月23了24下早要伫咱遮做类似个别礼拜透早7点15会伫殡仪馆入馆火化了，下早10点伫咱遮个别礼拜，请咱特别为着双家来代祷感谢主，因拢是过去伫上教会忠心尽职伫上帝托付，对咱教会拢有真侪的。贡献咱少年米为了因祈祷好。咱做伙来看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约翰福音第4章32节到36节。约翰福音第4章32节到36节，显着恁来看，我来读。32节，若是伊甲因讲，我有美牛通食。恁所毋知的，学生就三甲讲：敢有人互伊食吗？耶稣甲因讲：惊找我的旨意，来明白伊的工，就是我的美牛。恁敢无讲，还有4月日就收割的时到嘛？我甲恁讲，夜捌看园已经熟通割啦，收割的人得到工钱。接住5谷到永活，互野种的、收割的三甲欢喜。以上，愿上帝的话祝福咱，赞美，请妇女献歌队。
包括圣歌队唱的诗歌吼，拢是咱吴英俊宣教师吼，伊所创作的诗歌吼，所以今日伊带领咱即个真高的音乐的赞美见证礼拜，感谢主，来。兄弟姊妹，咱已经将咱的身心灵行入来伫上帝的圣殿，咱搁一遍用身心灵来甲伊祈祷，作为三个祈祷。摇花你的圣洁、你的慈爱、你的公义、你的恩典已经行入来伫阮的心。我心开广，我的心已经互你的圣神恶恼的声音来拆开咯。求你祝福，佮继续照管阮以后的时间，互阮每一个兄弟来到遮敬拜的时阵，拢是把足行出去一个圣洁的圣殿，互阮的生活若亲像服侍主要化宝贵的圣殿，汉尼亚充充满满的恩典，靠主耶稣的性命来求。阿门。阿门。我头拄听了圣歌队，咱的妇女圣歌队，吟出我伫差不多7-8年前所写的这首《登上耶和华的什么山》。这个山是什么？圣山。我不爱讲登耶和华的山，安尼伤过普通，对不对所以当因吟诗吟了时阵每一个节奏，每一个 position， 那个叫做旋律的一个脉动，对不对？旋律嘛，那个动态 rhythmical 的一个 position 安尼时阵我有感觉讲好像我的功德唔免真正呢，充充满满，充充足足，圣灵的迄个光彩已经是落在这一群妇女的身上。阿门。真的，所以我伫遐感动我唔知影讲陈牧师是毋是应该我的功德咧？所以我问下咱主任牧师讲，是毋是我心已经充满呢？满就满出来啊呢？是毋是？
但是我讲吼，遵行主的命令，伫咱台湾基督教的教会嘛是爱有一篇讲道，但是我希望会当缩短，因为好像我已经快没力了哈，他都要用力过度了哈。我哩头仔伫遮徛，伫遮咱正人的中间的时阵吼，主导我讲吼，你继续唱，我继续供应气给你。主跟我说，你就开口唱，那个气就会灌进我的腹内啊，腹肚内还是腹内啊，反正是这样，胸坎嘛内底，对不对？整个心胸都是天父的一个灵，那个气一直在旋转，相信吗？有啊，所以我猛唱安尼所以一个人要带领几百人的一个荣耀的一个敬拜，这真的是很享受啊！只要有天父同在，你就是享受的那一头可爱的小羊，同意吗？是的，所以我今仔日用简单的一个题目，基督徒 in and out。头仔咱的饭场了嘛大家讲in and out要哪解释？我讲都出去入来甲出去啊，伊讲哪有迄个基督徒要入来甲出去？这很简单的道理，搁较精确来讲是行入来，甲行出去，开门入来，甲啥？开门就行出去。当行入来，甲行出去有啥物差别呢？来，咱看一个图。来，斟酌看这个图，这是啥物货？恁敢捌去食过？有哦，你表示你有去美国、台湾无哦？我讲，我有搜寻，我有search， 这里没有分店，这里没有 M 牌的。好，所以你看 double burger M 牌也有卖，但是这排那看见这个 double 的时候，是绝对是啥？迄个既然南美洲遐个宣教的兄弟姊妹来阮美国宣道的时阵，阮接待我们第一餐大概就是请这个，所以我也很诚实的跟你们讲，你们如果有来到美国，第一餐跟我联络，我第一个带你们去吃。好，前来讲这摆 double 和你值得来推荐的，特地来带恁迄个介绍来，因为这摆叫做 In and Out， 不是麦当劳，这摆的汉堡叫做 In and Out。安尼大家我用这摆来开始。恁会讲你宣教师你这个1年闹你人介绍是来这介绍要好料的产品呢？无，只有迄个典故的。基督徒生活，你的人生就是行入来伫上帝的区域内底，但是毋是拢伫上帝的区域内底，伫遮咧运行，伫遮咧细弄安尼尔。你嘛爱兼讲有行出的行动。out 就是什么？展现你的一个脚步。好，咱将这个一个定义题目叫做使命甲任务。这个使命甲任务是因着咱是无同款的身份，咱是属于上帝所印记、所可以认识的，有上帝的一个基督的印记的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统称基督徒。阿们，我们统称拢是上帝的这信徒，上帝百姓叫做基督徒。到基督徒1年后的使命甲任务，第一个，什么叫做使命呢？伊个 definition， 伊个伊个定义，这个使命命有一个敢若是小可较有指定的达人迄个指示的一个款的一个意味。这个命令有可能会互人无感觉爽快，
会互人感觉讲啊，我都毋是即个的想法，但是你要爱我行即款的遵行即个规则。这是使命的 definition。那任务呢？任务就是一项的工课，一项的的名尊称。但是这个职务是爱用是交托、相信，也是信任，是你对一项代志，是你会当去胜任的。所以这个是有使命、有任务，这是两个元素、两个元素做伙杀出你的行动力出来。所以我就是一个这段路有啲思密讲，阮香碧树行到即马已经第19冬啊！第19冬我有甲上帝祈祷讲佮互我再创19年的青春好吗？你有安尼伫祈祷哦？你拢无咧祈祷哦？上帝啊，再给我30年前，如同我大学毕业那个青春年华的，再30年就好了，有无？大家恁拢唔敢肯定呢？搁互我30年，要创啊？上帝讲好啊，无来啊！我看你的任务甲使命，你爱已经甲我成名多少了？上帝毋是白白互咱的，伊要听咱的计划，听看卖，甲上帝交陪。好，基督徒，咱第一个 in 的怎样内在 inner life 伫你的心灵内底是internal life， 毋是叫咱爱稳固隐居啦隐藏自己，把自己隐藏起来天天读经，天天感觉足有安尼练功的，会敢若武林嘛？你伫恁厝内安尼关起来，家己关起来伫一个迄个房间内底锁起来，拢伫练什么？上帝功夫，还是讲你关起来，敢若古早你练迄个少林寺的一个武林功夫小共，总有一天我练了功夫了我一定会啥这个出去震天下，统派天下，有无？拢有一个那个这个想象幻想，但是上帝要爱咱的功夫是有内在伫咧款好好势，确实有生命主的同在，迄个有印记，神同在的印记，才敢让你放你出去，信不信？准许你会当行出去，时阵已经到，当要安怎知影讲内在生活有迄个神的同在呢？第一个，先信靠上帝，信靠上帝的时阵对约翰福音书14章第10节，这个腓利伊甲主搁活的时阵，主有来问讲你认得我吗？也跟德玛讲你捌我无？所以两个信徒，两个门徒无同款的反应，但是腓利伊的心意讲是啊，求主将你显现互阮看，阮就知足了。所以腓利直接跟耶稣说是的，我知道你是谁，也求你将你的一个父给你一个生命的一个复活生命，佮继续互阮这个门徒看，安尼阮就知足啊！所以很简单的，因为耶稣伊知影讲腓利已经相信佮我的耶稣伫伊的内底，会当互伊行动起来。对伊的行路，伊无搁行会孤单的现象，所以耶稣对腓利讲：我伫爸内底，爸伫我内底。阮对恁讲的话，毋是凭着耶稣伊家己，因为耶稣伊有讲，乃是住伫我内底的爸。耶稣嘛讲伊内底有上帝同在，所以所讲的话，就是爸爱伊见证出来，爱伊诉说出来的。
伊所做的代志，拢是天父伫感动伊的。每一个行动都是信靠上帝而得来的。所以我讲要安尼来了解上帝耶稣个这信徒的心意的时候，第一个有相信说这个念头是信靠上帝的念头。但你要知影讲你是有信靠上帝呢？当危机来的时阵，你要有想着讲要去找求解决无？当危机来的时候，我去哪里寻求我的帮助？我要安怎去找求我的帮助？第二点，当我心内受伤也是惊吓时，我要去找什么人来为我解决呢？这个是小小的一个寻求的一个决定你的一个念头。第三个，当我有压力还是灰心沮丧这个有忧伤的时阵，我倒位会当得到迄个consolation 就是什么人会当安慰我，就是安尼。所以这三项的时，你念的，你若感觉讲拢无问题，因为都是有主，因为我是靠主这边的，主也这个也走过来了，只因为我 rely on the Jesus， 我依靠上帝，我就怎么样信心得保住，有无？安尼时阵，你就表现第一点，先信靠上帝。第二个，诚做上帝的朋友，信可了就讲上帝就是我的怎么样不错的朋友，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可以交托的，还是可以做永生的一个朋友。对安尼来的时阵，你会感觉一步一步，你甲天父、甲耶稣的结连是愈来愈扎实，非常的一个接近，也完全是贴近，不是接近而已，完全贴上。诚做上帝的朋友，伫迄个列王记上卷2章20甲40的时阵，这个大笔哇，真正是迄是活生生的一个印证。伊讲我愿意将全心全意献予我的主。伫遮列王卷上记是2章20甲40。咱看这个PowerPoint安尼。列王记列代志的上卷16章8节，16章的8节，嘛有讲，伊要用诗歌来称颂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民中传扬伊的作为，找求伊的面甲伊的能力。大笔这是大笔的这个迄个最真实的一个心灵的一个反应。伊译出来的字，差不多拢是伫讲俄勒主上帝，我心赞美耶和华的话。历代志的16章的8节，这是大笔的颂歌。咱若记有记你需要记录者大卫的一个颂歌。伫遮，伊热爱敬拜上帝。诗篇122篇第一节，伊就讲：阮对耶路撒冷对遐去，耶和华的殿去，耶和华的殿去，我的心就安欢喜了。就简单呢，我们只要向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一个地点所在去的时，我的心就欢喜啊。所以这个就是心向上帝的一个这个一个距离是蛮贴近的。伊足真心伫喜爱上帝的同在。撒母耳的6章14节，6章14节，这个搁较大家拢已经读过啊，是大笔足欢喜的，对俄别以东打约柜，带引回来，对遐也跳伫上帝的面前跳舞免连，伊看到这约柜就知影上帝是活伫伊这边的，伊就欢心我心赞美，就跳，是毋是？你会为着上帝欢喜吟诗，甲跳起来了，有无？敢若是这位咱的迄个伫讲有尔只因为迄个还未敬拜以前，你甲我有讲话
啊，你得对我较友善嘛，吼。其他人差不多应该有吧，吼。对，我心欢喜。这我讲吼，咱你敬拜上帝自然就好，自然就是怎么样真诚。好，人家说自然就是美啊，我是这个自然就是什么？是赞美啊，赞美的一个声音就出来了。有一条歌我定定吟，足自然的吟。I love you, Lord, and I lift my voice to worship you. Oh, my soul rejoice. Take joy, my King, in what you hear. May it be a sweet, sweet sound in you. May it be a sweet, sweet sound in you. 愿你的声，迄个声是啥？甜蜜美妙的声有无？愿你的美妙的声，唱歌俄罗里。如果翻译过来，大概是美妙声俄罗里，就是安尼。随时译出来，随时伫敬拜上帝这主面的人的心灵译出来。所以这就是咱的内在的装备。当外口面啊，毋是讲直研究圣经，直研究神学，啊了咧，你无将你的感动带这拔出来，带迄个展现出来，带使用出来时两字无彩，无彩，无彩，上帝等你打造的非常的扎实，好无？嘿啊，咱即群的兄，无毋是，咱即群的姊妹对啦。我本来是讲要叫恁姐啦吼。大概年岁都比我年长了哈。哪有？没有啊，完蛋了。好，没有也好哦，没有也好哦。好，恁准备，恁来定准备，啥呢？因为上帝互恁够吟诗。亲像我，定用少年的声甲我激将出来，好无？好哇，即群的姊妹姐要搁即要唱10档20档以上的咧，好无？好啦是因随时准备，就是要准备好的时就是要译出来，互恁来感受讲，因偌济上帝恩典伫因内底，无唱无译因的译来上爱表达出来。天父已经感动他们了，借着他们的一个服侍，借着因的歌声，生命力搁互恁较强的，阿免？是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较紧的，要安怎知影讲有外出的行动，真理是爱运用出来 ，external actions， 我来动这 external actions， 这个 action 是什么？向外奔跑，向外来伊个奔跑出来。第一点。爱看准福音的市场，这个福音的市场爱上个准，敢若是你投资股票，投资钓，安尼就涨起来了。福音的市场就带出那个破度出来了。但牧师对咱社区的发展，带出那个社区的一个能力出来了。每一个信徒拢来随时这个加做迄个牧师群的社区福音发展的帮站，这是真正是足好，会晓运用这个区域，左营这个区域这嘛是我囡仔时阵，因为我是高雄人，所以18岁之后就离开高雄了，一路往上帝给我要去造就我的美国，底下38年，一下子就老了。真的，但是我不承认老，我跟上帝说请再用我再用20年，好不好？好不好？但我用尽的这个使命记条条，为我祈祷，香柏树袂老啊，无爱老，甚至也搁要用足旺的声音来欢呼耶和华的一个对我的恩典，所以看准福音市场。举目向前观看，
耶稣讲吼，你来看啊，看即个头前啊，毋是雾雾，是要看清楚所有的吼产园啊，迄吼稻啊，也是吼这农作物庄稼已经啥？快熟了，垂下来了，垂下了，稻田啊，已经变成黄金色了。伊啊问道讲无啦，距离时间的季节还有4个月，4个月无啊。伊讲吼，较紧行动，赶快行动，已经来了啊！唔好就是庄稼还有长长的时间，延误生命收割大好的日子。好，这是我的感受。爱定定有比讲吼，大好的日子随时需要你，随时需要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参与。第2点，慷慨，毋是人叫咧，较去做。第2点，主动，因为你装备好啊，已经把足啊，主动慷慨去修行，行出去。哥林多后书9章6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个话确实唔免去辩驳的，就是你已经是付出，你对上帝的恩典，你领受多少，你要收偌济，你就不追偌济。结论来讲的时，这是一个真正的任务，是领受上帝，也是耶稣基督对天来的灵粮，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伫咱台底诶，事例张老大咱读的，遵行天父的旨意，完成伊所交托的工，这拢是重点。这是第4章32节到36节的这个重点。这是工是找伊的门徒去修行，因为有人野种，都有人随之在后去修去整理整理园地。然后安尼时阵，耶稣找去的这个门徒会欢欢喜喜，将圣灵的果子拢收成，转来，收成转来。下面我会用简单的时间来介绍阮的迄个4点music4点music迄个迄个阮即几档去个搭无。好，这是阮伫奥克兰2006年开始成立，但是2007、08，就是我开始写，为着香柏树开始写迄个内底的曲，就上帝就互我讲，毋是随做工，就是马上去搭暗中静候当中去写很多赞美的曲子，因为我是长老教会培养出来这新学生、毕业生所以伫迄个咱长老教会的圣乐合唱的圣乐，也是敬拜俄罗的圣乐，拢有真侪管弦，蛮不错的，蛮好，不错。好来，伫澳洲圣公会，所以阮行的毋是海外的长老教会而已，伫巴西遐圣保罗的长老教会，也是圣迄个Buenos Aires 的迄个阿根廷中会拢有咱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分支教会，来，巴西去到遐，我有伫遐教音乐课音乐的敬拜学音乐敬拜学，来，去到遐200910还是10，遐连续足济，阮已经去4摆5摆安尼每年还是每2年，安尼，来伫台湾长老教会，咱的主任牧师拢有过嘛安尼应该爱互牧师有机会带恁的迄个敬拜团去遐宣讲，足有台湾味的，还佫巴西味啦，台湾味、巴西味两种国家的迄个因遐的后代拢是台语拢足好讲的葡萄语拢足流利的葡萄语啦阿根廷的诗班，伊嘛是足有规模的。阿根廷的长老教会，台湾伊拢一定爱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伊嘛唱我的作品好来，
纽西兰的世界圣教大会，伫遮有原住民的牧师代表，我对美国出发，我甲我的师母伫遐，写曲写好，管旋律写好，因准备因的原住民的赞美诗歌，伫遐大会大概有差不多1、2000人，1500人跟2000人的中间，伫遐来自世界各国的一个很好听的一个作品，拢伫遐发表，好来非洲宣教2013。阮去到较深山，约翰尼斯堡 （Johannesburg） 伫遐深山孤儿院 （Emmaus） 这是孤儿院的一个院民，伫遐都已经是荒漠区了拢伫遐做韩国人的宣教，甲因迄个三角交通穿乌衫，迄个是阮太太，下礼拜就可以回来跟我一起去到花莲的。阿美中会的迄个原住民长老教会遐服侍，所以今仔日无法度教较歹势，来14年因的迄个宣道坛来到阮洛杉矶，阮拢是接待不一样的国家的宣教事工来秘鲁哇，这嘛是阮足精彩，阮伫聚会拢半暝1点2点的，是安那呢？毋是惊警察了。你敢知影啥？因为大家拢是开餐厅啦迄毋是半暝偷聚会啦，是因店收起来了一礼拜聚会一遍，因足欢喜的。伊讲对1点聚会到5点6点，安尼拢大家拢依依不舍啦，因为每一个礼拜才能1次而已啦。好来。香柏木基督教会，这完全是大陆的教会大陆移民去到个阿根廷南湾长老教会伫阮遐我是南加州的洛杉矶的迄个事工伫阮根据地伫遐张牧师嘛伫遐牧会迄个时阵，阮有local 合唱团对这个布农族信义乡布农族去甲迄个，好阮嘛有受车牌去甲苏俄马斯克去甲遐对 LA 去甲马斯克不是直飞，爱伫伦敦大概是伦敦还是哪里转机来因为伫咱讲佫过但是我讲即摆恁遐佫战争咧，因遐讲是无啥物危险啦，但是定会防空警报尔安尼所以要等这一阵子过去阮会继续做海外苏俄的传道后来这个营会是足重要，是去甲里海，你知影中亚非洲国家伫遐有一群去甲因对大陆出发，去甲中亚专门是啥？是毋是宣教？是去去趁迄个中亚的钱。救生船，但是救生船的中间，福音就入去因就伫遐认识上帝了认识接受迄个耶稣好，阮伫遐有福音课后来因的决志者后壁迄个海迄就是里海比我们台湾大概大10倍了啦，很广伫遐受洗咧，我是中迄个查甫的替因的青年伫海内底受洗咧。好，这是宣教师宣教师团，阮着迄个做了工，就只要转去伫马斯克，好，大概安尼。所以兄弟姊妹，阮所做的可能佫无够，因为阮要佫行佫远的世界啦，只因为说我还不想老，请记得，我还可以给耶稣用好几年，可以吗？伫你的祈祷内底，为阮香表受少年支持还是讲你有感动，你将你的感动，逐款用奉献袋伫周报内底拢有一个绿色的信封绿色信封，恁愿意写你的大名，成做阮的香表树的音乐的乐友，好恁伫祈祷中嘛是为着恁的迄个讲上帝我还无老，我今年才70尔，我今年要开始行主运典的路，会使袂？
阿免好啊！我用一首诗歌吼，短短的诗歌来结束因为恁继续领受伫即个中间的时，恁若愿意用迄个写好清楚恁的 email， 还是恁的联络，成为我们可以来帮助的香柏树的音乐宣道之友，就这样。我先献诗啦吼，我先献诗，好，千般的祝福。全地荣光，耶稣迄听感动我，思归花开，你爱情赢过酒香，全地荣光，耶稣迄听感动你，思归花开。你爱情赢过酒香，山的玫瑰花，山中的百合花，我自成家的清芳之名。山的玫瑰花，山中的百合花。我做成客的清芳之名，将我爱情献予你，美丽那有白酒，献出我千万万的祝福。山的玫瑰花，山中的百合花，化作成客的清芳之名，将我爱情献予你，美丽那有白酒，献出我千万万的祝福。我有这首歌，已经将耶稣的我所得的耶稣的形象之气在我身上，我尽量扑落你，好不好？好，我拢扑落你这是因准，我感觉我到如今还可以存活好，很感恩的一个路程愿意的支持，正做官搁要行宣教的规律，好，多谢，多谢。这是咱的奉献，请结束来收奉献。而且咱内面有这个香柏树的一个奉献录歌啊，咱有感动负担，叫咱会当欢喜为莲奉献，祝福咱的永准宣教师伫这个音乐的宣教，会当去到万邦万国来传扬主的福音，感谢上帝。
亲爱天父上帝，你是赐福予阮稳定满满的上帝。主，阮感谢你，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赐予阮逐人有美好的运势，也予阮逐人伫事农工商当中有领受上帝你赐予阮丰盛的恩典。主，阮感谢你，这是阮奉献。金钱要做教会福音逐项事工的使用，愿主你接纳。特别，阮也为吴永俊宣教师因闪博士的事工，求上帝你大大赐福伫因服侍的事工当中。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祝福车恳。祝祷，请陈牧师。咱恁通平安去，恁已经对主有充充足足、丰丰富富的恩典领受，恁也欢喜将家己献予伊，诚做活祭，会当欢喜受差遣出去，伫主福音的工场，尽力来传扬主耶稣基督救赎世间人的福音。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